前兩日有位朋友仔喺後台問我，知唔知有隻4萬 plus 嘅 NMN？ 跟住我就好好奇，因為市面上大部分嘅 NMN 都係1到2萬幾，所以我就攞咗呢隻鉑金版川渝 NMN 4萬 plus 翻嚟，結果發現真係好嘢嚟㗎！佢可以逆齡抗衰老，提升免疫力，刺激頭髮生長，抵禦紫外線，穩定血糖，改善睡眠，提升肌肉力量。你有冇試過因為工作生活壓力太大，導致失眠、焦慮、免疫力下降，甚至經常甩頭髮？我哋嘅皮膚仲會顯現一啲我哋以前從來未出現過嘅問題。以前嘅你可能覺得改善晒呢度所有問題係異想天開，今日川渝 NMN 4萬 plus 幫到你。點解咁全面？因為佢選用咗世界衛生組織認可品牌成分 You've Ever NMN。佢嘅 NMN 品質超過99%嘅高純度，可以更加有效全面咁樣提升我哋嘅 NAD plus 水平，再搭配埋白藜蘆醇去激活我哋嘅長壽基因，令到我哋嘅腦部、皮膚更加年輕化。一樽有82粒，每日只需要食1到2粒。今日 Jenny 益街坊，市面上日都成賣到999，我哋只需要加入 GN 社群，通過客服 WhatsApp 落單就可以享受688蚊嘅優惠，只限4日，咁着數嘅嘢仲唔快啲落單？歡迎新朋友點關注我哋嘅 GN 專頁，覺得作品唔錯，左下角俾個 like啊！